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3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郑雅纯。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际上新的大代志。韩国首尔梨泰院这个所在，昨暗是举办大型的万圣节活动，所发生烧杀烧杀、人打人的意外，至少有149个人死亡，150个人受伤。伫大车路顶规排拢是无砍条的尸体，这拢是一条一条少年的性命。伫边啊，救护人员伫咧甲昏去的人做心肺复苏术，要甲人救出来。南韩首尔龙山区的梨泰院29号万圣节办大型庆祝活动，现场来了差不多要10万人，因为所在正花，来的人佫正多，敢若是有人绊倒了，后壁的人唔知佫打起哩。 기후는 할로윈 행사 축제 중 다수의 인파가 넘어지면서 참석 시민 다수의 사상자가 발생한 사고입니다. 공릉 4시 기준 피해 상황을 보고드리겠습니다. 인명 피해는 사망 146명, 부상 150명 포함해서 296명으로 늘어났습니다. 因为伤亡人数真多，包括首尔所有会当出动的救护人员，全部拢派到现场。 路透社报道讲，这件意外的受害者大部分拢是20几岁少年女性，因为受伤的人数也唔知，做落来死亡人数有可能也会增加。2022년 10월 29일 토요일 22시 22분경에 발생하였습니다. 장소는 용산구 이태원동 119-7번지 일대에서 발생했습니다. 지금 원인은 조사 중에 있습니다. 저희가 이제 10시쯤에 왔는데 저기 호텔 앞에서 이제 막 영화에서 봤던 장면들이 막 전쟁 났을 때 통제하는 거 있잖아요. 南韩总统尹锡悦已经下达2道紧急命令，强调赶紧为受伤的人提供病床甲医疗服务。首尔的市长吴世勋伫接到通报了，赶紧停止欧洲的访问行程，赶登去南韩。这件意外也是自2014年4月号渡船沉船造成300多人死亡以来上惨重的灾难事故。 记者综合报道。当来关心轻度风台奈阁目前是行向吕宋岛，规个路线是较往西边线，但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嘛较降低。不过因为有风台的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咧互相影响，咱台湾今仔日开始北部、东半部会连续3日咧落雨，这方面的东半部会落大水雨。 渔船赶伫风台接近进前，要入来福冈渔港，行驶中全身一直游。拜六假期，东海岸又未少游客来。这阵来自屏东万丹乡的游客讲，有明显感受到风景慢慢变大。算起来还蛮大的哦，哈，哎。不会行程受到影响了？哎，不会了哈，行程不会受到影响。不会，我们今天第3天了。都跟屏东的风浪哪一边比较大？台东比较大，真的哈。对对。 根据气象观测资料，轻度风台奈阁位置来到高兰皮南方大约830公里的所在，继续往西北西行。下伫30经过吕宋岛了后，进入南海，就开始北转。行的路线伫29下到过往西，所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的几率也较细。也过外围分黑，有外会为北部、东北部带来明显落雨。31号这一段时间，因为北风跟南来的潮湿空气有明显相遇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确实可能有共伴效应出现，因此我们预期这一天宜兰跟花莲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整个环流的影响，山区是持续的降下大雨，那造成今天在81.2的位置又有一个路基扩窄。 这个月16日因为受到23风台环流强降雨影响，台积线真侪路段路基流失长330公尺。即马受奈阁风台外围环流瓦增加，台北风上重影响在海路段81公里，佫发生路基流失，大约50公尺，关定31抢通变道。也毋过受刷落来天气影响，公路总局表示，恐惊要重新制定抢修计划，进度可能过延后。记者综合报道。 轻度风台奈阁的路线改变，对台湾的影响可能无遐大。不过目前风台扫到菲律宾，已经害当地咧上大雨、造大水。菲律宾的国家灾难中心宣布，尚无有45个人死亡，也个真侪人下落不明。 奈阁风台离到早前，以上大风速每小时95公里，瞬间上大阵风130公里，伫菲律宾东部岛屿卡塔瑞纳斯省来登陆。大水雨已经超过部分地区落雨记录，河水拢涨起来，大路变河流，学校宣布停课，巴士也停开。
对着佫一摆风台来，当地民众若烦恼讲，这个厝，互风台吹了了，有一寡人为着生活，也是必须爱去做事。Ito, medyo tumba na. Nahadok ako kay kung kumusog ang bagyo niyan. Humbal na talaga yan to. Aso lang, kay puwang kay magugutom man na dili ko bahugan niyan. Di kumato. 今年第22号风台奈格尽管离北定了进程，已经造成菲国南部明达纳尔岛上最省大水河成灾，引发严重土石流。奈格离北伫明达纳尔岛上最省做大水，真侪厝一楼拢淹了了，车全部泡水，民众伫街路上泡水，伫等待救援。人员本就规划正细避难中心的体育馆内底，大水拢淹入去。救援人员坐像人船，逐家逐户甲掉伫厝内底民众解救出来。此外，受灾上较严重的马吉丹澳省大水河伫当地引发大规模土石流，甲山卡的庄仔头拢淹台落去，伫当地造成40人死亡。又拄着天主教的万圣节假期，真侪民众原本想要渡海来祭拜家新的亲人，不过因为做风台，贵国海岸队已经向民众发布禁止出海的警告。菲律宾每年平均20个风台来，奈格风台离岛行向卢宋岛，也侵袭首都马尼拉，有了也带来大水河，并且往往南海方向。美国总统小马可是已经下令动员紧急的救援团队，向灾区来发送粮食甲补给品，也对不幸罹难的民众表示哀悼。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传观众朋友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咱台湾的户政系统推出互海客入侵，偷摕20万条户籍资料，伫咧国外论坛网站卖，还佫讲因的手头有转台2300万人的资料。调查局目前确认到，目前互人伫网站卖20万条资料，受害者拢集中伫咧宜兰，其中也包括县长林姿妙、民进党的立委陈后碧等等。再来是自由时报。代替昨早起，才伫海线的白沙屯到新埔的路段发生布条垫着电车线的事件。下晡伫咧台南的善化站附近，佫发生电车线断去的事故。伫苏龙电到新市的双向列车拢无法度行，到暗时9点外才受福。代替表示，这电车线断去的所在拄好顶悬就是绿桥，敢若是红门土角落落来，才会去夹着害电车线断去。落尾是中国时报。指挥中心24宣布，国际邮轮要解禁，交通部航港局嘛定出指引。不过旅游业者是认为讲，国际邮轮结果是明年来靠港一个尔，要以台湾为主来规划行程，所以基隆甲高雄两个港共55亿起的旅游大楼，可能也是放咧翅膀。来看选战的消息，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昨是去到苗栗的通宵，为党内苗栗县长参选人施定真来辅选。蔡英文强调，这是72党来上有可能改变苗栗的一届。总统蔡英文由党内苗栗县长候选人施定真的手大化当选，蔡英文离到下晡来到苗栗通宵替施定真来辅选。伊向大咖的支持者强调，一败选举是苗栗县72年来头一摆有机会国民党、民进党换位，希望大家把握难得的机会。苗栗已经72年无政党轮替啊，咱苗栗人来想要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志，我们一定要改变苗栗来的话，好不好？换人来执政，改变苗栗的文化、政治文化，让每一个人都不会受到压迫，也不会感到害怕。包含内政部长徐国勇、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到店来为施定真徛台。蔡英文强调，这是中央政府对苗栗地方建设的高度重视甲支持，中央地方一条心。蔡英文讲到中央对苗栗的各项建设甲政策，强调欠缺的是一个有能力代表的领导者。施定真是发说，这摆苗栗县长选举不是政党的对决，而是乌甲白对决。这场选举不是单纯的蓝绿对决，是黑白的对决，是是非对错的对决，是我们苗栗乡亲要选择继续向前走，还是要往后退的选择。翻转苗栗，改变成长。
蔡文也讲到，苗栗以往拢甲建设注重伫个山线，希望即摆选举政党轮替了后，也使强化海线观光，并行山海发展。另外，蔡英文拜六釜山行程也拢排满满，下晡离开苗栗了后，赶往北部，暗时搁再为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也有桃园市长候选人陈文平来徛台。投票日剩无到1个月时间，每一场的釜山行程拢是非常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这边，党主席朱立伦嘛咧拼辅选，昨先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做伙甲宜兰县长林姿妙徛台。侯友宜佫讲林姿妙是宜兰做了上好的县长。佮来朱立伦佫去基隆，讲基隆是台湾头，是国家重要的动力。民进党的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亦是强调，会拍拼来改善基隆的就业甲医疗品质。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林姿妙离到举行开发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上强的规模，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为林姿妙来徛台。侯友宜学了林姿妙是立任常会县长，连新北市也做袂到免费营养午餐。对着伊涉嫌贪污防起诉，朱立伦批评民进党用司法来修理常会县长。你所开的证件已经达到91%完成，其他的都在进行中。都会到，都会到。这位单亲妈妈在人生上困难的时阵、上辛苦的时阵，伊是坚强徛起来。选前最后阶段，朱立伦赶往贵人来催票，小婷贵人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大喊贵人是台湾头，隔壁的新北伫改变，贵人嘛需要改变。台北新北贵人同园有7000万的人口，就是国家发展上主要原动力。谢国良讲，除了改善贵人就业，嘛要摆脱贵人医疗最后一名评比。我要替基隆改善我们的就业，让孩子们、让年轻朋友可以不要每天通勤，在基隆就有工作。我要改善基隆的医疗。另外，台中市长罗秀燕进行第2场大型活动，有4架无人机伫个天顶射来射去，影响台中机场的航道。朱立伦坐班机伫空中射1点钟才降落，也促销停台。本局遂出动刑事警察大队无人遥控机干扰设备，将3架次的无人遥控机引导至地面，无事故发生。警方表示，伊先后干了3架无人机，也阁有1架飞行员无度干了，到即阵无人承认出动无人机。而罗秀燕竞选总部是证实2场的自使用不明的无人机来干扰活动，当场已经向警方请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昨是增加32486例本土病例，死亡的个案有76例。本土病例甲顶礼拜六比起来，嘛减少3000多例，确诊数有慢慢咧下降。今天新增一例特殊重症个案，是13岁男童，没有慢性病史，曾接种3剂的新冠疫苗，那收治交病房，并紧急开颅手术。7号已转出交病房至一般病房继续治疗。新北的本土病例是5000多例，是全台上多。台北、台中、高雄等等8县市病例数犹原超过1000例。昨76例死亡的个案当中，上少年的是一位20多岁女性，伊捌做过3档疫苗，本身有心脏病，确诊了后，伫咧厝内隔离的时阵，煞昏去死亡。目前本土病例已经超过757万例。再来看新北市的十字区，昨暗头仔5点外，有一只公车驶到一半，煞熊烟引着火。好在公车司机甲车顶的7、8民众拢总平安落车，无人受伤。昨这只587号公车经过十字的瑞祥街巷仔口的时阵，车顶的民众发现车顶后壁烟引伫咧呛烟。赶紧通知司机，互车顶7、8民众拢总紧急疏散，平安无受伤。消防人员嘛伫咧半点钟内将这火拢甲拍花，嘛因为地点较晏，山区较无车，无啥影响着交通。来看最近买卖厝的市场好亲像无遐热。根据统计，9月房市交易量敢若23800多栋，这是今年2月以来上低纪录，而且连续6个月成交量拢无到3万栋。专家认为，应该是因为全球咧升利息，才有才调买厝的人，当然嘛会慢慢变少。
甲都市更新全国总会的头九同齐翕相，内政部处长花敬群离岛出席都警国防论坛，针对都警的处事甲安怎伫推动上更较顺畅，甲业者交流。也毋过根据统计，9月房市交易量只有2.38万栋，从2月以来单月新低纪录，而且连续6个月破超过3万栋，出现年减15%的衰退。房市稳才是政府最大的期待。当然，如果往下的调整，它其实还在合理的范围内，我觉得就让它调整吧。其实对国家是好的。内政部有估今年全国的交易件数大约是3.2万件，因为到9月全台网络降价买卖物件增加到1.25万件，那岛甲屏东降价拢超过1000件，台中更加是全台第一。对出现反转，学者认为过去推案真济，经济无好之下销售落波，降价卖出真合理。因为过去推案也推了很多，销售量很低的话，余物就增加了，卖的又不好情况下，成交量就下滑，慢慢会受到经周转的成本的影响，成交量萎缩，这是一个必然现象了，需要更审慎的看待。那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价格高，那2方面是景气不好，那3方面来说的话，在所谓升息的压力之下，它也会让很多的购物人会暂缓他的一个购物的规划。专家分析，目前伫全球起利息效应等影响因素之下，确实会互想要买厝的人暂缓买厝的动作。另外，像两岸局势走向、甲疫情扩散、参控制等因素，拢影响投资客进场的信心，也影响房市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台北举办台湾冬季大游行，去年是因为疫情改伫咧线顶办，今年会当恢复实体举办。而且拄好是满20周年的活动，咱的国境嘛咧开放，所以就算昨台北落大雨，东区有关是人阵吵。主办单位讲，尚无有12万人上街路来对咱台湾的多元展现支持。甲好朋友约束到镇穿新娘衫参加第20届冬季大游行，虽然是一直落雨，不过伊员感觉是真欢喜。毕竟就1年就1次而已，而且毕竟全球这种台湾在这时候办啊，而且这次国际又刚开，所以可以吧？还是就是走走啊。I come from France and it's the first time I do it, and so I'm so excited. 雨还未熄，大家热情也不到2点，台北市政府前的广场人已经真多，大家拢真期待游行正式来开始。带到美国旧金山的 Terry 甲好朋友带到狗仔返来台湾，这是因隔3年了后，搁再来参加。I think we're making amazing progress, and I think I'm so looking forward to what the future holds. Actually, this is my 4th. I used to live in Taiwan. Okay. But we've been gon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nd we just had a chance to come back because the quarantine just ended. 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表示，冬季游行举办20年，今年第20届，主题是无限性解雇约束，代表无限制的可能甲无受约束。参与游行的民众讲，虽然今年游行的路线敢若对北市府分做南北2路，伫信义大安区来进行，不过要传达甲支持的这个价值是拢无减少的。觉得大家一直不断的想要争取这个权利，最想要的那个幸福，彼此之间那个财产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台湾是全亚洲头一个合法同婚的国家，不过对着行上街路民众来讲，唔拿同婚的议题，包含劳动节的登记照护、LGBTQ 的平权，依然需要努力。你大家自发行上街路，企业甲 NGO 也参加，就希望让社会更加重视这议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台东，台东只有一间加油站，自10年前就设置爱换室内鞋仔的公共便所，而且因1点钟就摒扫一届，10年来拢无改变过。遮尔严格咧维持环境，所以嘛一直保持直邮局好品质的认证。上便所爱换拖鞋，这可能只有伫厝内的便所才会安尼做。不过这是台东县一间加油站的公共便所，来便所的民众拢感觉真舒适。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厕所，那里面比我家的还干净，蛮特别，要穿他们的拖鞋。这间加油站的公共便所推行换鞋仔入便所已经有10年，互便所保持真清气。迄当时是全国首创，一直到即卖也是维持爱换鞋仔入便所。伫加油站工作10多年的副站长讲，要互便所袂臭，就是每点钟摒扫一摆，更较重要就是保持粪扫桶无粪扫。
因为垃圾桶也是脏污的一个点嘛，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垃圾桶干净无垃圾这样。这间豪华型的公共便所也是环保署立管的公厕，当年拢得到大东关检查特优级。副站长讲，可能是民众感觉爱换鞋啊，就会特别注意上便所的行为，也留予后一个上便所的人更加舒适的上便所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咱台湾伫咧中美洲的友邦海地，因为时局无稳定，即马又搁爆发严重的脑土症疫情，至少有40个人死亡，抑搁有1000多人敢若去活着。海地首都泰祖港的病院外口继续有感染科雷拉民众前来就医。22岁史丹利到院的时阵已經昏迷昏迷，醫護人員對伊進行心肺復甦，也毋過要我1點鐘的搶救，有緣救袂轉來。Si connaît, moi-même, je ne sais pas Pierre, je ne sais pas Jacques. Si c'est corona, je dis c'est corona. 泰祖港的病院今仔10月就收治1800名病人，因为病床严重不足，真侪病人只会当倒伫涂骹住大堂，而且海地的燃料也无够，不少病院无法度营运，只会当关门。虽然无国界医师组织已经伫当地协助，也毋过医疗体系也是真正难。Tout acteur et toute personne aujourd'hui présente en Haïti sait que la question du carburant est le défi majeur. Alors il y a d'autres défis au niveau de l'approvisionnement des hôpitaux qui sont en manque d'oxygène, manque de toute une série aussi d'intrants, de compresses, etc. Donc, 海地10多年前头一摆爆发科雷拉疫情，造成至少1万人死亡。到伫世卫组织拍算伫今年宣布科雷拉伫海地绝迹的时阵，10月7日，海地官方宣布，佫发现科雷拉病例。海地第一摆科雷拉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超过1700件疑似病例，其中无满14岁囡仔占1半以上。也毋过实际着病人数可能佫较侪，因为海地目前乌邦环境治安真歹，所以真侪民众毋敢出门，延误看病时间。Moi, il vient pas vomir encore. Et puis tout, pendant une journée là, il diarrhée 2 fois seulement, mais hier, il diarrhée en pile. 海地去年因为前总统摩伊士被暗杀身亡，国内政局不安，乌邦更加反形，加上欠燃料甲科雷拉相重危机，国内局势继续恶化。日本已经宣布关掉海地的大使馆，美国甲加拿大已经运送战车前往海地协助维持当地治安。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22度到26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抑佫有外岛地区是21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